伫林德区大同路三大正道边啊，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挂上伊的第一名竞选扛棒，而且特别选定另外一位参选人林俊宪边啊，扛棒标题阁写上接到民进党初选民调电话，为支持谢龙介，强调国民党会赢到光明正大，莫阁讲国民党介入民进党市长初选。民进党在台南市的初选打得风风火火，那两边砍得刀刀见骨。甲方说国民党介入乙方的初选，乙方说国民党介入甲方的初选，要甲大家讲真歹势。我们国民党会赢得光明正大，赢得堂堂正正，所以这个看板很清楚，要求所有台南市的乡亲支持我们国民党的，接到民进党的初选电话，唯一支持谢龙介。请问你，谢龙介跟陈廷辉，你支持谁？就是支持谢龙介。请问你，林俊宪跟谢龙介，你支持谁？支持谢龙介。请问你，陈廷辉跟林俊宪，你支持谁？谢龙介。针对目前民调，阁输予陈廷辉以及林俊宪这个问题，谢龙介讲，各种民调拢有，有的民调会当看出明显的炒作，但整体民调显示出台南不再是铁板一地，会凝聚所有同志的力量，攻获台南。最近有很多正式的、非正式的各种民调都有，那调查的结果也都各有不同，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操作，那这个我们也都给予尊重，但是整个民调显示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台南不再是绿营的铁板一块，而且也正在松动。我们会凝聚所有同志的力量，最后光复台南。政党轮替在台南。谢龙介表示，民进党的宽大矛盾甲伊无关，也靠家己的实力、精彩实料去争取市民的认同，有信心拍赢选战。民调电话，请唯一支持谢龙介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